你会使安尼祈祷，感谢上帝平安带咱，引带咱经过旧的一年，也继续求伊的圣神带咱伫新的一年，搁较会听主听人，传伊的福音来见证伊的大作为。你会使安尼祈祷，求主帮助咱，靠伊的恩典来做主的工。各位勤读圣经，领受真理，用谦卑敬畏的心来教会服侍人、服侍上帝。互即个教会，阁有一摆新的活命伫内底。上帝所赐新的生命、新的异象伫咱中间。阮看见伫叙利亚的所在，有基督徒的损失，有天主教徒的死伤。总是阮知，若毋是你所允准，这一切拢袂发生。阮阁较知，伫乌克兰的所在，伫泰国的所在，拢有战争的声音。总是阮在过平安暝，你所想事的平安的时，帮助阮会晓感谢你所赐平安的福气、平安稳定伫阮的中间。来到你的面前，求你帮助阮，接纳阮忧伤的心，是喜乐的，是平安的，拢伫你的面前。保守阮伫未来的一年，继续用安的心、感谢的心、感恩的心，你所赐的平安的福气，来服侍人，服侍你的教会，帮助阮做无够的所在。搁一摆安尼谦卑伫你的面前祈祷，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要敬拜之前，先用信用告别，使徒圣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温州比拉多入来受苦。经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坐到全能的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相通，做善的，肉体国外，永远的活命。阿门。耶稣降生，咱顶礼拜咧庆祝圣诞节，是为着安尼。搁一摆来想，伊是为着听你听我来的，是为着听耶稣来降生。搁一摆，我要用华语来敬拜的诗，所以请华语若无认同的兄弟，也甲阮三甲来学哈。平安的君王，平安君王，谦卑来到世上，明亮将士，照亮渴望的心，潇洒一换，是尊贵的君王，耶稣降生。谢谢天父赐下生
救赎。谢谢耶稣为拥抱我而来，谢谢耶稣为了爱降生在马槽。主耶稣，我们求你来我们心里住，因为我们相信你的亮光必照亮我们生命，你的亮光必照亮我们渴望的心。在我们欢庆节日的这时，我们看见也有不平安在我们当中，更看见不公义的事情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发生。神啊，愿你公义的手引带领我们，你大能膀臂带领我们，看顾我们这地，看顾我们小小多难的台湾。谢谢你陪我们走过春夏秋冬，因为你说你不撇下我们，你不撇下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地长大，一次次的结盟，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再一次风风雨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地长大，一次次的结盟，你都陪我安慰我，怜悯我。说会陪我走过春夏秋冬，等我引导我，保护我。依靠耶和华的人，什么也不怕。依靠耶和华，一个不撇下。风风雨雨的时候，才知道你的温柔。多年前，几年后，仍然相信你恩手，一年年地长大，一次次的结盟，你都陪我安慰我，怜
在每一个春夏秋冬，神陪我们一起走过。不管你是忧伤的，你是快乐的，在这样的日子里面，他赐福在你的日子里，而且是每天、每天、每天。愿我们被这样的恩膏所赐福的时候，我们懂得感恩，口也说神所赐福的话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再一次来唱这一首歌的时候，愿我们也将我们祝福的言语送给别人，送给你的亲戚朋友，送给你的左右邻居，送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们也知道神的爱，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对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请兄弟起立，甲各位兄弟讲：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上帝赐福你。愿神的灵在我们当中，愿神的灵让我们说出感谢的话。因他所赐的福，我们就有平安。好，我们一起站着来唱。愿主的恩惠慈爱，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愿主的恩惠慈爱与你同在，愿主的灵时时围绕，恩典降下，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大声宣告：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跟一摆，再一次来。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赐福于你，赐福于你，平安喜乐，天天充满你。哈利路亚！神的恩，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
神啊，我们知道依靠你的人什么也不怕，我们知道依靠你的人，你一个也不撇下我们。谢谢你的恩手陪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我们愿意用感恩的心，愿意用感恩的心来领受。谢谢你所赏赐的福是平安喜乐的福，是平安喜乐的福。在我们祈求平安的时候，我们更求你的圣灵带领保守我们。这个社会因为恐怖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失，所造成生命的丧失，我们都求你安慰我们，求你来止息这样的仇恨，求你来止息我们心里的惶恐。再一次求你来眷顾台湾这块地，让我们看见你的典章、你的律例在我们当中彰显。这是你所拣选的政府，这是你所拣选的政府官员。我们更愿意举起我们祷告的手，求你公义的手来亲自引领我们，让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充满你的公义。我们也存好怜悯的心，在这当中，你让我们看见，当我们遇到灾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都更加的要依靠你。求你的恩手带领我们，建立我们在未来新的一年，我们的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的恩手继续引领建立我们，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叫我们可以照着你所赐给我们的年岁年日，继续勇敢壮胆来张扬，来开口宣讲你的爱在我们当中，你的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谢谢你陪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也要继续为教会里面有比较所谓的软弱的来祷告。我们更欠缺的是我们的行动力，求神也帮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在他面前许下我们的心志，在他面前许下我们的心志，叫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同工。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患难的岁月里面，仍然叫我们得喜乐，这是他所应许的。谢谢你，请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接下来由我来报告公祷事项。为北捷19日恐攻造成4死9伤，及全体国人内心惊惶代祷。在那样子的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一个恐怖攻击里面，所有人心里面都充满了害怕，甚至有憎恨。我们为了这些死亡以及受伤的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祷告，更为张文的家庭祷告，相信他的家人们受的伤完全不亚于这一些受伤的人。我们也要为了新家人还有新朋友的信仰陪伴关怀代祷，为信徒的灵性造就身心灵一起来祷告，为同工能够领袖统一的意向，一起来侍奉合一的侍奉工作来祷告，为我们的教会青年的工作、儿童的工作来祷告，还有教会的还款来祷告，为教会关怀软弱者传福音的行动继续来祷告，为教会内兄姐身体病痛恢复来祷告，为台湾人民认同自身国家身份、民主
自由的行动祷告。父神啊，愿我们不要忘记，你是造天地、造我们生命的耶和华。主，我们依靠你，我们还能惧谁呢？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在人生之中有许多的波澜，我知道这些都出于你。在这社会上有很多的仇恨，我们知道那是来自恶者的攻击。是的，我们一生都是在我学会要怎么样来依靠你，经历你的大能，然后与恶者征战。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甚至在这个国际关系之中，都是如此。主，你是赐平安的神，愿我们能够成为和平之子。我们的教会今年的发展，未来的意向。主耶稣，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坚定地往前面走，愿有云柱火柱在前面引导我们。主，特别求你怜悯我们的牧者、委员牧师全家，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长老们、我们的小组。主啊，我们能够在同样的意向里面，继续的关怀弟兄姐妹，继续的成长，继续在灵命上不断的往前。更能够像你，被你雕塑，更能够像你。或许你在雕塑我们的过程里面，我们真的是遭受许多的苦难，但是主让我们牵起那祷告的手，互相支持，彼此代祷。求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愿我们都是你和平之子，传播你的爱。谢谢你，求你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接下来是客演的时间，我来客大家来演。耶西的树头的配意，上主的心要甲伊同在，计划甲勇气的心。敬畏上主是伊的华美，伊袂照目睭所看的来审判，伊要用公义维护善食人，伊要用公义保护人，伊要用裁决做棍讲迫害者，伊要用力量处事小人。伊要用公义治理，伊要用信心公平。豺狼甲绵羊会做伙大，甲山羊会做伙困。牛仔囝甲狮会斗阵食，细汉囡仔会做伙食看报应。牛某甲熊会做伙食草，囡的囝会做伙休困。狮会亲像牛食草，食年的婴仔会伫蛇的空壳去佚佗。长年的囡仔会伸手入去，伫我
信心的伫所在，因为对上主的实在会普及传递。现在我们请圣诗队为我们来献诗。现在请全体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圣诗。是很谢的时间，咱有请圣歌队，大家请坐。
即马我来报告请大家掀开周报。今日是2025年最后一个主日，举行第6次的圣礼典。感谢上帝平安的带领与引导，愿新的2026年，我们能够持续的在圣灵引导里面，真诚爱主爱人传福音，靠主恩典做主工。勤读圣经，领受真理，齐心建立更新生命的教会。2026年第1季的服事表已经安排好了，请到1楼招待桌拿取。2026年2月8号，就是过年前、旧历年前1周，召开2026年定期会员合会，请各小组、牧区还有团队预备相关资料，然后还有在1月4号之前将这些资料交给牧师。南中的消息，长兴教会陈信昌牧师于2026年1月11号下午3点于南门教会举行戒灵进城退休感恩礼拜。若有意参与，请于1楼公布栏填写资料来统计人数。在今天刚刚准备今天的主礼之前，心里有一个小小的感动，想跟大家分享我这一周的一个感动。因为最近身体的不适，还有家中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我需要一些激励，所以很偶然的情况之下，我知道最近有一部片子在12月24号上映，它叫做《大卫王者降临》。于是我那一天下班之后就看了，就自己一个人去看了这部片子。我觉得为什么上帝说大卫是 the man after my own heart？ 他说他是我心上的人，是因为不管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在旷野牧羊，碰到狮子和熊，他知道与他同在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碰到那一些对阵叫嚣的非利士人，还有巨大无比的歌利亚，他知道与他同在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他这一辈子碰到许许多多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苦难，但是他一直都知道在他同在的是造天地的耶和华。所以当我看完那部片子以后，我受到很大的激励。在我们碰到很多世上的难处的时候，要知道在与我们同在的是造我们的，还有造天地的耶和华。我将这样的勇气、这样的领受与大家分享。那大家家里面，不管你家里面有没有小朋友还是大朋友，这是一部我觉得看完以后心里会觉得很受安慰的一部电影，叫做《大卫王者降临》。现在我们来看本周的金句。仰望耶和华的拯救，静静听候，这是好。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是好的。耶利米哀歌3章26节。我们请圣经，请允许我用华语来读。我从第19节，不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20节吗？21。好，因为我觉得他从19节开始，一直接下去好像会比较顺，所以我从第19节开始。耶和华啊，求你纪念我，如阴沉和苦胆的困苦窘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
22节，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和华的，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请哲恩来为我们读经，耶利米哀歌3章25到26节。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这时，我做伙来讲吉他圣经耶利米哀歌第3章25到26节。凡等候耶和华，心里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和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我们谢谢哲恩。我们现在来静默诗歌。请牧师来为我们孩子们以及大家一起祝福祷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请小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到台前来，大家来为你们做祝福哦来，我们到台前来。来，嘉恩，对，已经来，一起来，咱这回来传，这回来祈祷咱这回来祈祷。全能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即群细囝会当成做家庭的祝福甲产业。主愿你祝福遮的青少年朋友，每一个小朋友，伊教会、伊家庭、因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阮拢会当常常用主你的话语来陪伴因，来祝福因，引带因。互因知影要安怎行伫上帝你所束缚的道路，因为上帝你真理换命的话，要成做阮生命上好的粮食，甲智慧的来源。愿上帝你通过阮每一摆会当参加甲遮细囝做伙分享，用圣经的话语来供读，互阮会当伫日常生活内面，常常透过祈祷、灵修，会当甲主建立更较美好的关系。阮相信。阮的生命就要做美好的见证，来荣耀主上帝。愿上帝你赐福阮的生命，赐福阮的教会，同心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感恩恳求，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好，谢谢你们。真多谢咱两位同工虽然毋是介熟练嘛毋是介熟练的即个思会过程，我相信拢是上帝互咱真好的学习。我想咱的教会是一个充满温暖的教会。今年嘛是今日嘛是咱今年度的最后一个主日。我相信咱每一个人的心拢无相款，有的人是抱着欢喜。有的人是抱着担忧，有的人是抱着更较大的期待。
咱总是咱拢游玩，着爱伫主的面头前，咱来做伙来用感恩的心，做伙来回顾，嘛做伙会当伫种上帝面头前，做伙来看咱未来上帝要安怎带咱头前的路。这个是咱做伙伫上帝面头前咱做伙来想一个问题。今年台湾有发生啥物代志？重大的代志有这个啥大罢免有无？年初开始2月份有无？到8月份拢有一个大罢免9月份是啥？马泰安这个堰塞湖的溢流啦到年底，其实咱对去年开始就拢开始大家想讲台湾这个关税问题啦。但总是咱会当看见上帝，互咱伫这个过程的中间，上帝作为真正足奇妙，有无？所以我一直咧想一个问题这个美国的开国元老班杰明富兰克林，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甲你的伤害写伫纸仔顶面。甲你所受的运费甲刻伫大理石，但是往往有当时咱咧看的是倒头边，咱是甲伤害安怎刻伫大理石，甲运费甲写伫即个纸仔顶，意思是伫纸仔顶会安那？你甲写是敢写会起来？写是写会出来，但是无偌久了，风来就无去啊。兄弟姊妹，即句话。伫咱伫年末岁末的时阵，咱来回想台湾，是教会也好，我相信拢是真刺激咱每一个人的心。因为咱人往往是会记得伤害，但是咱嘛会焦虑未来，但咱却容易会袂记得过去的生命，包含咱生命内面，咱要安怎亲像咱今日所看圣经在。亲像早起时的日光相款，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安怎样日日得到更新？咱期待伫今仔日通过上帝的话来真正来安慰咱。这个是什么人？喜剧演员金凯瑞我相信有真侪人拢捌看过。我细汉的时候嘛真爱这个演员，因为伊的片足好笑，但是真趣味，每一摆看了拢会感觉心情加足好。嘛较袂生气，伊捌邀请一群人伫绝望的中间是上黑暗的时阵摕因的笔安怎来写起来，写家己上感恩的代志是啥物？伊安怎讲呢？伊讲，就算是一个看起来是荒谬甚至微小的事物，譬如讲，我今仔日跋倒，我嘛得爱甲写做感恩的事，要安怎写？伊讲，因为当你开始写感恩的代志的时阵，你就会惊讶的发现讲，家己的生命、灵魂的银行竟然是遮尔好富裕遮尔丰富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的时阵，咱要安怎样伫今仔日的圣经节，用相款嘛是咧描述丰富的生命的智慧，到底要安怎伫咱黑暗的生命中间，甚至互你感觉真。未来唔知要安怎行头前的道路的时阵，你要安怎来看这个书？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是一个什么款的时代啦？伫西元前西元前前6世纪的时阵的耶路撒冷，迄当时是一个充满黑暗，甚至流目屎佮流血的时代。伫西元前586年，迄当时的巴比伦。军队来攻破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地当讲是大笔的王朝圣殿，迄个时阵非常，大家拢感觉真水、真庄严的时代。伫迄个时阵，一暝中间，单规拢变做瓦砾拢倒兄弟姊妹，伫迄当时，一个亚利米先知，伊毋是坐伫即个啥真舒适放冷气。伫遐写心情故事，毋是，伊伫迄个时阵家破城破人亡的中间，用一个战斗的词，伫遐咧写着伊的心灵的迄种喊法。所以，
你若有机会，你去看，今日咱所看的圣经节伫第1节到第18节内面，伊内底有讲到亚利米先知伊咧讲到，即个上帝伊互我皮肉枯槁，伊互我四面受困，伊互我安怎带伫即个黑暗的中间。第7节，互我无通逃脱；第8节讲，互我哀求呼救；第9节，互我的道路弯曲歹行；第10节、第11节，互我一片即个趴远；第15节，互我腰饿苦楚；第17节，互我失去平安。兄弟姊妹，这有亲像有当时咱兄弟姊妹每一个信主的人的人生啊，伫生活的中间啊，拢会有的情景。但是兄弟姊妹，咱做伙来想，但是当亚利米伊后来伊写啥物？伊伫18节讲，我就讲我的溃烂衰败，佮我伫耶和华遐拢无望。兄弟姊妹，到伫即个真绝望的时阵，亚利米伊做啥物代志？你看21节，21节咱今日所看的圣经节，伊讲我的心倒转想起即个事，所以我有望。即个事是啥？即个事是啥？即个事代表的是上帝伫伊的生命中间一个足强的一个意志力的行为。即个事代表的是信徒，伊将伊的眼光放伫即个，将即个破碎的即个眼光安怎甲伊刷走，将即个破碎的即个环境伊甲伊刷走，转放伫上帝本质的顶面。所以兄弟姊妹，即个动作，我一直咧查考到底即个事是啥物啦？这个事是啥物啦？其实毋是人生所拄着的代志。伊咧讲的是即个事是啥？即个事就是伊所拄着的这个破碎的环境，无论是病痛，无论是环境，无论是困窘，无论是丧凶，有侪项事，这个代志拢安怎？拢甲伊刷走。伊只要转往伫上帝本质顶面。所以22节伊讲啥物？22节伊讲安怎？伊讲阮无地到灭无，是耶和华，是对耶和华遮的啥？主啊！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我真爱看即个第22节伊讲你若看华语甲台语无啥像，你若看台语的，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你家活转看迄个华语，伊讲是因为伊的怜悯无地到断绝，不致断绝，无穷尽就是不致断绝。所以有当时咱拢会感觉，怜悯主的怜悯，敢若上帝敢会怜悯咱，会袂？会，但是无拄大家拢会安尼体会哦。兄弟姊妹，咱的上帝是用主爱甲怜悯。主爱是啥物？主爱是代表伫即个趴远的中间，是即个废墟，即个城墙破坏的中间，先知伊发觉，虽然城倒啊，但是上帝甲伊的子民立定一个稳定合约，还阁存在，还阁有效啊。即个怜悯是啥？即个怜悯的即个字根代表是主公啊，查某人的主公啊。意思是上帝对伫即个受苦楚的即个百姓的疼，那亲像很像是母亲母亲对腹中这个胎儿那一种不可分割的什么本能式的疼惜啊。咱知影咧生囝足疼对无？所以这囝安怎歹，安怎艰苦，伊就算安怎样，你就是安怎，你就是疼伊。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怜悯的最高境界。怜悯一个人是在伫，即个人就算伊个安怎歹，那亲像迄家己的囝同款。所以兄弟姊妹，伫咱的圣经内面，新约耶稣基督伊伫十字架顶的即个受难，好亲像亚利米哀歌，咱今日所看所有表的即个痛苦。伊的骨活，耶稣基督的骨活，
也应验了今仔日的圣经节，每早起拢是新的。所以兄弟姊妹，保罗伊伫腓立比书伊捌提到讲，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什么？标杆直跑。这就是一个新的稳定、上生活化的一个信仰的实践。所以我认为向着标杆直跑，敢若有少年人会当做吗？敢若有少年人会使，老大人敢会使？咱年老的人敢会使？所以有时人若咧甲咱讲啥，有当时不要倚老卖老这句话有没有听过？少年人看有哦，少年人咧看咱愈年长的人伊只要听你咧讲话就知影你有咧倚老卖老。这个少年这个老大人呢，咱若愈有法度通好去甲少年人用一个不是用倚老卖老的方式去甲伊。那亲像朋友般的安怎陪伴，这个少年人会更加用一个敬重你的心来甲你敬重。所以我体会足深，当我在教我的囝，我若用倚老卖老的这个爸爸的精神我来讲，伊连听拢无啥要甲伊听，你来愈来愈生气呢。所以我发觉，当你甲伊用当作那亲像朋友咧甲伊陪伴的时阵，囡仔伊自然就安怎愈顺服，愈会听你安怎行。所以兄弟姊妹，这就是咱的生命。咱要安怎样伫耶稣基督的疼的内底？耶稣基督是用伊的十字架顶迄种的痛苦，互咱会当知影，咱的生命的得救，就是爱有一个通过伊的割活。所以兄弟姊妹，当咱咧面对2026年，咱无应该要阁是用被动，用被动，咱的时间拢拜拜就要做啥做啥，毋是干那安尼尔。较要紧的是，咱得爱带着一个具体信仰的目标，咱爱有行动力。咱的教会爱讲做什么教会？教会有什么？教会有什么目标？我无输啊，你也无提目标啊咧。我要安怎做啥目标？教会有啥目标？就有的人开始献酒报啊。教会有什么目标？传福音、祈祷。所以我真爱看到有人若向伊想要祈祷我足爱。有人伊若要做见证我嘛足爱。为什么？因为圣神在感动伊啊。所以头拄啊我听到这个咱的师会，这个慧君医师伊讲我要来做一个见证，我心内想讲，哇，伊敢会拖足久？袂，我听了讲，袂歹，这个很好的衔接，真的让我很感动。在整个礼拜的程序里面，它不是一个程序，它变成了是一个活化的。所以兄弟姊妹，当咱的生命有迄个生命的连结跟见证，咱的生命无论伫咱的侍奉，也是咱的教会的未来，咱就会当互教会成做主所爱传福音甲基督的教会。所以无啥物目标，每一间教会拢是咧两个重点。第一，培育信徒，成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伫痛苦、伫艰苦、伫生活困难的时阵，通过伊甲上帝关系结连，重新得到上帝大大的快乐的改变，然后做美好的见证。这就是传福音，互伊生命会当得到帮助。另外，伊是通过什么方法来？通过祈祷来。所以兄弟姊妹，咱要看到一个人的生命，对无到有。到丰盛，这个过程拢是通过咱众兄弟姊妹、牧者同工，大家做伙同心，咱做伙来引带，要未捌主的人来认捌上帝。之前咱有咧讲到这个幼婷有无？这个幼婷，昨你莫看伊安尼伊昨是足欢喜的，昨暗时讲牧师，我找到工作了，艺人馆。伊真欢喜，我甲伊讲，安尼你着爱准备好，即个喙手口口的，鼻毛嘎嘎的，该有的这个该做的都要做好。咱该教导，咱该陪伴，咱唔免去甲看讲伊是安怎的人。较要紧，咱是出对疼来帮助你。所以兄弟姊妹，伫信仰的中间，咱要安怎来做这个
感恩的回顾哈，来看上帝安怎带领。咱通过今日圣经节哈，咱来看第20节甲21节是关键啦吼。头拄我有讲伫第1节到第18节，拢是讲到人想起安怎，伊的心若想着，你若看20节，伊讲我心思，我的心对象遮的是啥物？第1节到第18节啦。就伫我的腹内忧闷啊！我讲哦，你的心若咧常常咧追哦，追想的意思不是想了，是追想哦。每一次哦，他讲拢讲过去，遐发生啥，发生安怎，发生安怎，这叫追想啊，有无？你看有当时咱身躯边的人吼，有当时伊若咧常常他讲拢讲过去啊，追想着这些。就会在你的腹内忧闷啊。但是21节很重要，他说：“我的心倒转想这的事，所以我有吧。”第22节，伊讲：“阮无地到灭无，是对耶和华这的主爱，因为伊的怜悯无穷尽。主的仁慈，逐早起换新，你的诚实极其扩大。”而且，当人只有想起家己的困苦，心灵会忧闷；当人想起上帝本性，望就会对心中来发出。所以，兄弟姊妹，牧师要鼓励咱，伫逐早起拢是一个感恩的日、感恩的时。伫2026年每一天的早起，第一项事，牧师邀请咱，你会知影早起的时阵，你起床的时阵，你会先做啥物代志？正常即马吼，毋是，有真侪人哦。我发现应该做在习惯吼，应该拢是看手机的 line， 吼，我家己会安尼啦，我家己毋知影咯。我咧准备这个讲道片的时阵哦，我感觉讲这安尼无介对，早起起来吼，无应该是先拍开 line， 因为很在意属世上的人事物。虽然是出于关心，但是我觉得这不是重点。所以兄弟姊妹，咱早起床的时阵，咱毋是拍开新闻，嘛毋是拍开处理伫 line 的一寡代志。较要紧是咱会当早起起来，祈祷，甲主讲主啊，多谢你，今仔日佫是一个新的日，是一个稳定，佫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兄弟姊妹。咱这位来读这段圣经，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6节到18节，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咱每一日早起，咱常常会记得，常常的保持喜乐的心。无论环境如何，生活如何，生命如何，咱拢得常常喜乐，不断祈祷。凡事感恩，因为这拢是上帝伫耶稣基督内面为咱所定的旨意。第2项，咱得爱操练静默听候的灵性程度。今日圣经在甲咱讲起，讲望耶和华的拯救，静静听候，这是好。所以兄弟姊妹，咱伫每一礼拜中间，咱至少安排30分钟啦，会当无有遮电子的物件、电脑，还是讲手机啊，你静静那像迄个打坐，静默一下，然后你安静，呼吸，然后慢慢的去远离这些不好一些声音啊，拢唔免，你安静去听候上帝迄个微微碎碎咧甲你讲的话。新约内面你看耶稣伊伫足无用的中间，一讲起来就真侪人准备要找伊你想看觅，伊拄着困难的时阵，毋知影要安怎去面对伊未来伊的被上帝所予伊的使命。迄个使命，我相信一直伫伊心中，伊嘛一直咧想，到底伊要安怎来完成这个大使命。所以伊拢是退去到伫旷野，甚至退到伫外口面安怎咧做啥物代志，做祈祷。所以兄弟姊妹，咱爱静默听候。常常伫祈祷的中间，为着牧师、为着教会、
为着咱的家庭，为着咱每一个人的需要来祈祷，求上帝帮助咱。第三，咱做伙来学习，咱来建立一个创新的宣教行动。头拄仔咱有看见听见讲即个奈及利亚是毋是？奈及利亚有这基督徒甲天主教徒因被杀害，咱就知影对外面的宣教重不重要？重要。不要说我们里面的人宣教都不够了，不要这样。外面有很多需要得救福音的人，但是没有人去传。但是有人曾经，他们现在正在那边。咱有一摆，有一个郭明富传道有无？他来咱家来这募款，这几日有传给我，感谢咱大桥教会的奉献，伊嘛伫迄个所在分享。有一个姊妹伊过去因为有一寡问题关系，后来因为这个信仰通过因迄个团，互伊会当重新去得到这个福音。所以我真正会感受会到，当咱会当关心智美水有需要的人，互伊伫无相款的所在，迄是爱有真大的使命感。生4个囡仔伊会当来带去到伫迄个国外。面对的是语言、土耳其语言，搁爱面对因大的环境，囡仔搁遮细汉，我拢感觉讲，我不及这一位传道人嘛，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为更多这样的人来祷告，所以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咱得讲奉献，其实咱唔免去欢乐，较要紧是咱帮助一个有需要的人去做上大的发挥，安尼是上好的，所以咱要有创新的能力。圣经内面甲咱讲。望耶和华的拯救，毋是咧望啥？望咱的钱，望咱的所做会当来拯救伊，毋是，是望通过咱的奉献的关心的中间，耶和华要来救一个人。我的奉献乃当通过耶和华来更较大的祝福。兄弟姊妹，我相信咱所做拢会当祝福真侪人。兄弟姊妹，伫2026年有真侪宣教机构。伫新的25年，上帝的手要引带咱来做跨文化、甲弱势团体的买进。所以咱的教会，牧师之前有跟咱做伙分享，伫1月7、8，有一个韩国的这个宣教师来到伫台湾，因来做传道，去到伫南台科技大学。牧师有足大的期待是咱的大桥教会，咱有。临近这个南台科技大学，可是我们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很直接的交流。所以牧师期待，以即摆1月8号，1月8号，这群将近10个韩国的大学生，因来到台湾南台科技大学去做传道，然后带这个南台科技大学有机会想要认捌信仰的台湾人，或者学生。会当做伙行入来教会，所以咱伫1月8号礼拜4啦，这礼拜4，但是1月11号，如果1月8号他们这一天带领因带这学生，因嘛会甲因带来礼拜日的聚会，所以1月11号因会来咱中间做献诗，所以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伫大学生将近要放寒假的时阵，因希望互因。会当有真好的一个教会生活。未来这个韩国这个宣教书校园学院传道会，他们希望透过这个韩国人这个团队所带来这个工作，会当帮助南台或者校园的学生甲教会做一个真好的连接。所以邀请咱做伙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互咱的教会会当有一个新的宣教的侍奉的。突破，咱这回来看一段圣经，在腓立比书第3章13到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期待咱伫今仔日咱2025年的最后一篇的讲道篇的中间。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甲咱大家做伙分享。有一个老妇人人，伊伫临终的时，伊要求牧师伫伊的
观察边吼，插一个啥，插一个签啊，伊咧解说啦，伊解说，或者牧师讲牧师，即吼，伊参加每一个晚宴的中间吼，当服务生若是摕即个主菜食了吼，拢会甲我讲，保留你即个签啊，因为等下吼会有甜点。兄弟姊妹，2025年的即冬，我相信咱的教会有真侪心酸，伫咱的生命嘛有真侪心酸、挑战甲流目屎，这拢是生命晚宴的主菜。我相信伫上帝手头，伊伫为咱备办的是2026年，互咱食甜点的时阵。但是这需要咱大家做伙来努力，咱做伙来听候，做伙来努力。虽然2026年可能要游玩面对咱的国家有选举的纷扰、经济波动、环境的变化，一个未知的挑战，总是上帝主爱，上帝主爱，亲像今日圣经所讲，是每一个早起拢是啥？拢是新的。求上帝帮助咱，互咱的生命会当真实体会主的疼。伫基督的生命的逻辑内面，感恩毋是环境的产物，感恩乃是属灵生命的一个选择。好，来，咱做伙来读一遍吼。你会哪会使甲背起来？在基督徒的生命逻辑中，感恩不是环境的产物，而是一种属灵生命的选择。感恩毋是讲你发生什么代志，才会互你感恩啊。环境发生什么代志，你才来感恩，毋是，乃是一个属灵生命的选择。只要你若让抓条这个关系，你就会当体会到。最后这个圣经一个注释圣经的这个解说家亨利马太，伊捌一摆伊拄着抢劫的时阵，伊要游玩伫伊日记内面写一个真感谢的话。伊安怎讲呢？伊讲感谢上帝，是人抢我，毋是我抢人。真有意思。毋是人抢，是人抢我，毋是我抢人。我相信伫即种咱每一个人有真侪逆境的中间，咱来保持一个人格的高度，跟属灵眼界的幽默的能力。我相信这嘛是牧师需要更较侪学习的所在。嘛，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今仔日所看的圣经节，通过耶利米先知所互咱一个真要紧，嘛是今仔日咱生命要紧的功课，用感恩的心去体会上帝的双手所做奇妙的工课。咱做伙同心来祈祷，请阮的天父上帝，阮伫2025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伫你施恩的宝座前，阮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你伫过去362日，你的手袂捌离开阮。阮为着这年日充满平安来献上感谢。阮嘛为着遐充满着流目屎，甚至伫因的生命中间，伫遐咧背北艰苦的人，阮恳求上帝你嘛来亲自安慰因，因为这痛苦的时刻，拢是上帝你要通过你的怜悯、你的疼，搁一摆来显得完全，搁会当更加真实的事。主啊，阮需要助力帮助阮，阮要为着台湾社会来祈祷，面对伫这台湾政坛有侪变动、灾害的重建，以及未来种种的无确定性。主啊，阮求你赏赐，亲像阮今日所在台湾一群产之超人的精神，互教会成做这片土地上有韧性的一个柱石条石。主，阮知影，主你呼召阮，正兄弟姊妹的生命，阮着爱更加愿意听主。也听人，求你医治伫2025年中间受伤的家庭，安慰这
气爆，甚至随机暴力暴力所凶杀，所造成天灾，才会最失去至亲的朋友的家庭。主啊，恳求上帝你安慰因的心，互因有平安的心。主耶稣，我嘛向你恳求，恳求你帮助阮，伫2026年要咧到来的时，恳求你赦免阮过去一冬的中间，伫无用的中间，阮对你无够尽忠的所在，求你赦免。伫新的一年，阮恳求你带领阮，互阮同心合意，继续甲主同行，认真超找生命的真理，常常困读圣经，安慰、安静的祈祷，培养阮有好的灵修的生活，认真来做主你的工，互阮的生命会当领受到耶和华是阮的产业，是阮杯中的份业，阮所得的，你为阮来持守的愿望。主啊，阮感谢你，现在主你的罗卜，我要奉主你的名，搁一摆来查恳在座每一位兄弟姊妹，阮带着这份每早起就是新的愿望，倒转去到伫阮的家庭、职场、甲阮的社区，去安慰遐心中有绝望的人，会晓去扶持遐灵魂、生命有跋倒的人，互阮每一个人拢通成做上帝，你要救人会当得到这个宝贵福音的好管道。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个时，咱要来甲主同坐倒，咱做伙来献开圣诗366首。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咱做伙来吟3小节。主，你的身躯替我受拍破，到你的都会献出你眺望，当我要做到恭敬感谢你。迎安你笑脸，迎安你笑脸，迎安你来笑脸你。世间的烟花，快乐无孤单。主来同坐倒，咱嘛要孝念主耶稣，伊要死甲耶所有的门徒三甲立的约，通过伫甲耶稣基督同坐倒，咱做伙来回想，伫咱伫2025年就要结束，2026年咱要安怎由靠主来做过得胜的生活？咱做伙甲主同坐倒，以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记那属于伊。
的教会信徒接纳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做你生命救主的信徒咱做伙会当相甲主来守这个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囝仔归五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恁囝仔着磨，担担担，着就近我要互恁安息。主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的恩典甲恁三甲伫地。所听兄弟姊妹，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恁着行安尼来纪念伊。食了后，伊也就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因为逐摆恁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所以咱伫伊的面前，咱嘛相款照伊的模样，大声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主耶稣，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来设即个宴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伫你的恩典的帮赞，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也常成长伫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主你的圣名，奉主耶稣的名祈祷，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每一摆，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大家。咱伫安静的中间，用祈祷，卖当吟这条歌曲。这条歌曲讲：食这饼，啉这杯，信靠我的，永远袂喙焦。伫咱的生命中，要安怎体会甲主同坐倒？食这饼，啉这杯，体会主的疼，体会袂枵、袂喙焦的生命。是咱一生中间要紧的功课。灵魂的生命若有主通好瓦靠，相信世间的逐项物，拢无法度通打赢过上帝的关系。你伫安静的中间来祈祷，一冬的中间，你发生什么代志？你甲上帝祈祷，求上帝怜悯，有不足的所在，求上帝赦免，求上帝补助。
知有人无客到的无？这个是咱做伙伫主的面前，要来甲主同齐道，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食了后，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用伊的血所设立的，每一摆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请同工。咱开寡时间吼，安静来祈祷，为着咱一冬的中间，咱体会着上帝的疼，用感恩的心来回想咱所发生的代志。我相信这是一个回顾，上帝伫咱的生命中所成就美好的工作。新的年，咱嘛来求讨上帝。向上帝来恳求，将咱的眼光放伫上帝国的事，将咱的眼光放伫上帝要爱咱来完成什么款的使命。相信上帝伫咱的生活中会带予咱智慧甲快乐，一步一脚印，照着主的指示，照着上帝真理话命的话，咱做伙来行。这个杯就是新约，以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咱每一摆着行安尼来纪念伊，请咱做伙同心来领受。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做伙三甲同在。咱做伙三甲做伙来祈祷。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因为对你极大的疼，互阮领受你的圣餐，做培养阮灵魂真实的食物，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疼惜阮，也知影真正阮是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的国下户的。阮的主上帝，阮谦卑恳求你，佮当阮佮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求你欢喜接纳阮，煞用慈悲帮助阮，
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对答了后，会通荣耀你，奉阮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这是咱做伙同心来奉献。咱做伙起立，咱做伙来吟奉献的回应的诗。我来到你面前，专心地感谢耶稣，你爱你的听我多多小比你。主啊，我的家，研究我的心，生命的所有，完全献给你，因为我无够也，何以加经文，会当献给你，只有我的心，我只有基督为。是你为感恩我，献上我的所有，愿我的一生，正做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咱做伙来做奉献宣告的祈祷。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的主权。在这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办的教导，求主按照你的信息甲灵敏赐予阮，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咱犹原徛咧，做伙来吟每遍的诗，上用的诗，恳求上帝施恩赐福。吟诗说牧师来祝福祈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扶持，常常甲咱众大家三个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大无尽。阿免。请坐，立道闭会。